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奧然哥哥啊。今日我想分享嘅故事係經典故事嚟嘅，你哋知唔知係咩故事啊？係龜兔賽跑啊！森林裏舉行賽跑運動，把烏龜和兔子分在一組，舉行長跑比賽。比賽開始了，兔子想：我天生就跑得快，烏龜想勝過我，那是絕對不可能的。我睡一覺，趕上它還綽綽有餘呢。於是它躺在路邊，很快就睡着了。烏龜知道自己爬得慢，一點也不敢放鬆，它一刻也不停地向前爬，終於爬到了終點。等到兔子醒來，急急忙忙跑到終點，一看，烏龜正在那裡察看呢。雖然烏龜爬得慢過兔仔，但佢冇諗過放棄，佢最後就贏咗呢個比賽啦。我都想好似烏龜咁樣盡力去做每一件事。下次見，拜拜。